现在哪有所有人呀？眼下就剩我跟师傅俩人了。这不就给你们补充新人了吗？啊，这是你师姐周亚楠。以后啊，好好跟着师姐学。你要想在整容班留下来呢，必须得这个刘师傅点头才行哎。不过你也别担心，刘师傅人可好了，他一定会非常喜欢你的。你当时要在场就好了。小姑娘没有动遗体遗像，就在棺材里装了那么几盏灯，往这个往生者的脸上那么一打，绝了！哈哈，那个家属立马没话说，是不是亚楠？确实很绝。师傅有点烫，等会儿喝啊。但最终让人家家属消气儿了，还得靠您给他8折骨灰盒啊。是人家小姑娘手艺高超，歪门邪道。师傅，哎呀，我说烫不烫？您等会儿喝呀！你快！我知道，你最讨厌歪门邪道了。我向你保证啊，小姑娘绝对可以。虽然专业不对口，但胜在胆大心细有想法，还肯担责啊，绝对是干这行的料。反正人我给你留下了，随你怎么调教啊。跟着师傅好好学哈。那算转正了吗？啊？算转正了不？万岁！老板。学徒对吧？先领试用期的工资，3个月之后参加正式的聘用考试，面试、笔试都合格了，人留下；不合格走人，这样可以吧？怎么了？粘舌头上了！别了，粘舌头上了！别转！这。不粘了吧？你今天晚上值夜班，一个人来。搞不定了就给我打电话，不用紧张，这是每一个新人的必备测试项目。那其他新人呢？都吓跑了。加油啊！我是车队司机杨林，他们都叫我小四川，很高兴认识你啊。3月，那剩下的就交给你了啊。好冷啊！
我还怕你睡不着，结果你一觉睡到大天亮。昨天晚上睡得跟死了一样，叫都叫不醒。啊！哎呦，这吓成这样啊！看来是真吓坏了。我介绍一下啊，这是秦导演，秦伟，是给咱们殡仪馆啊拍纪录片的。昨天晚上去冷冻室体验生活去了。这是我们这儿整容班新来的学徒赵三月，小姑娘昨天呢是第1次值夜班，正巧碰到你了，吓坏了这是。秦伟，不好意思啊，吓到你了。三月，你过来握手啊！你，这是秦伟导演，你别害怕，怕什么呀？啊，哎，不好意思。接下来你还有些什么安排？准备再拍点什么素材啊？拍一个葬礼吧，从筹备到完结。哦，行，没问题。三月陪着。啊？怎么了？你正好跟着熟悉一下工作的流程，哪儿摔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啊！真惨。这些骨灰盒呢，根据材质、大小还有工艺的不同，价格分别从几十元，一直到上万元不等。这个最贵。对呀，大哥，最后得让咱爸走得体体面面的。就是啊，这份钱可不能少。是啊。那就定这个吧。那您先出去等我一下，一会儿给您办手续。其实呢，家属一般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价格更高的骨灰盒，毕竟这也是能表达情感的最后一个方式啦。你当着他亲朋好友的面问，他肯定往贵的选啊。这哪是表达情感，这是碍于脸面，怕被旁人说闲话吧？你要是这么想吧，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面子观也不允许我们在葬礼这个问题上过分的讨价还价，对吧？这也帮我打包吧，我要了。这么便宜啊？你也来一个。没钱。我没喝过了。谢谢。饼干。不用，我吃这个就可以了。维生素不能当饭吃吧？是止痛药。怎么了？不舒服啊？肺癌晚期。真好。